真正有日关真辛苦，大家互相体谅。来关心社会新闻，伫台北市艋舺阁发生敢若是掠人绑票案件，昨暝一个姓本的查甫人伫街仔路，和其他3个查甫人带上车，边个朋友一个看到了，遂赶紧报警。警方呢，随要找人。后来艋舺警方接到三立堡分局通报，讲发现被害人被等伫三立堡的路边啊，而且手骨有断去，规身躯拢是伤痕，随该送去病院治疗。针对涉案车辆动线调阅影像。 中锁定涉案人身份，并在案发隔日陆续在大同区某宾馆等处查缉相关的嫌犯到案。看相关的影像，而且看到画面上涉案的人所驶这个黑色轿车，警方用较无24点钟就将因掠到案。依照警方讲，双方敢若是因为感情的纠纷，伫网络起冲突有冤家，拄伫路边去拄到，才会将人带去谈判。 犯案人拢被人移送侦办，主嫌阁被法院核准受禁见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